即届空雷风台扫过台北市有几啊千丛的路树倒去，环保局表示讲，这是最近10冬来上严重的灾情。有专家指出讲，大都市的土骹拢是红温土，佮带真侪光线哦，树仔根本无法度正常的生长，树头未栽，风一头就真危险。 大量的树枝藏伫内湖焚化炉，也无法度烧，主要是因为风台过后，加上东北季风，台北的雨水较高，这树棵、树枝收淡拍袂干，加上即摆因为风台的关系，树仔拢是规丛倒落去的，收过大丛无好处理。环保局人员该当暂时将因放伫台北的北投、内湖、木沙、焚化炉，甲南港的山地区烟台场，找时间破碎将因烧掉。因为这些树枝树干都比较潮湿，事实上如果超过15公分是没办法完全焚化的。接下来就会启动一个回运到一个掩埋场进行破碎。台风发布警报开始到现在，我们整体台北市3座焚化厂跟3处掩埋场进场的灾害废弃，目前已到了2916公吨。那 实际的处理时间，因为我们还是要看那个破碎机的破碎作业。根据统计，空雷风台台北市有收到2632件路树倒去的通报，将近3000栋的灾害废弃物。专家指出，这届台北市路树倒去的较严重，主要甲都市的地下环境有关系。因为台北市有收集复杂的光线、红门头、停车场这人为设施，造成树根无法度正常生长，风台一来就会规丛互风扇倒去。台北市因为 规大部分的土地拢是从阿摩土、迄个空谷里这其实老实讲，会使互树安尼甲种落去，有足大的迄个土壤会使互伊甲迄个根会使按照个伸入去，安尼甲它抓这种的空间其实无大啦，所以讲有当时下骹抓无安，门顶风都透，就一个大安尼规个倒去。 为着要预防这款状况，专家建议平常时就要注意白虫害、甲树枝修剪的作业，而且种树仔进前，树坑爱有够深，互树仔有生长的空间，嘛要选到顶紧伫土坝的树种，才会当真正是树头徛好在，就唔惊树尾来做风台。记者戴阿双、柯敏哲台北报道。